然后呢？会伤过头前哦。过来。会伤头前哦，哥哥。安尼。安尼较光，好好好。卡头。切到脖子，你天流出来没关系，你size留。请问碰饼是台南最受到欢迎的点心，伊咧过往迎拜的时阵，碰饼伊是啥物时阵咧食的咧？妈妈，你不是台南人吗？妈妈，你不是台南人，还是你敢有印象？碰饼，我想看嘛。碰饼是应该是跟囡仔烧烂，是迄种枪茶迄种的吗？哈，我嘛唔知碰饼。回来，阿姨啥回来？唔是啦，因回来吼，较以早的人吼，迄个经济较无好，较无物件好食，啊，所以碰饼放喺边仔豆豆啊食。哎，若巴肚枵，无人甲你照顾。啊，无人甲你煮，以早的人无人像讲有叶子菜，专门甲你做起来。嘿，我是安尼啦，啊，看恁啦。不要紧，妈妈台南妈妈是是做回来嘛对吧？是，所以讲你啥？做回来。好，妇女做回来对唔对？分数甲加入去。是，恭喜哦，搁得到2000块啦！今晚6000啊哦。嘿，咱请老师来甲咱解说说。嘿，拄则有讲到一部分无唔对，就是讲过去较无啥物会当补品啦，啥物营养的物件通食吼。啊，但是是安怎讲会讲对做未来有帮助，主要是因为台南的碰饼会加这个乌糖甲麻油落啦。啊，乌糖甲麻油这伫古早时代对咱来讲算就是补的物件，嘿啊，所以有以早伫台南会讲，敢若食几块碰饼，就敢若袂输食麻油鸡。啊，其实当然无法度安尼比，啊，不过就是讲，乌糖麻油这物件是对这做未来有帮助安尼啦。嘿，所以讲嘛叫做未来饼。